早晨各位觀眾，今日阿 Sam 同大家分享一個新聞嚇。咁咧就事源於咧今日睇到一個土地拍賣嘅一個消息啊，珠海土地拍賣啊。咁咧喺5月嘅7號啊，咁啊即係幾日前啦。喺珠海嘅一個老城區啦，我哋嘅新香洲區咧有一塊地勾咗出嚟，咁咧就競拍。咁其實疫情到而家咧呢幾年咧都有地攞出嚟拍賣嘅啊，咁唔係一個乜嘢特別嘅消息，但係今條消息點解阿 Sam 要特別同大家分享咧？因為我喺入邊睇到啲關鍵嘅信息啊嚇。疫情到而家咧，政府咧就一直就降低嗰個拍地嘅節奏啦，即係減少攞啲地出嚟拍賣。咁疫情呢幾年咧，其實都有大大細細嘅地咧，各個地區都有地攞出嚟賣嘅。但係咧，就比起疫情前咧，就少咗好多啦嚇。咁同關鍵係咩咧？就係呢幾年拍嘅地咧，參與拍賣地嘅嗰啲單位咧，幾乎清一色都係國企單位嚇。咁即係等於政府攞個地攞出嚟賣。然後叫翻政府嘅企業，即係國企啦，咁拍翻，咁等於左手交右手嚇，咁等於政府，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候都係靠土地拍賣先有收入嘅，政府收入啊，咁就等於攞我哋嘅國企咧作為一個融資嘅平台啦，咁通過國企去拍啲地，然後翻嚟起樓咁啊，因為呢幾年樓市都唔景氣啦，不景氣，咁就其實好少一啲非本市嘅一啲房地產開發企業咧過嚟拍樓嘅拍地嘅。咁今次5月7號呢單嘢咧係特別啲啦嚇。咁首次嚇，我哋可以話首次疫情後首次有非珠海本土企業參與拍地嚇，咁有幾間企業參與咧，我同大家讀一讀嚇。第一，保利華發、華潤龍湖、邦泰、正方、中海、建發嚇。咁咧，我睇咗下，一共有8間成個中國比較出名嘅一啲龍頭發展商都參與呢嚿地嘅競拍嚇。咁咧，其中不乏我哋本土嘅企業華發啦，咁華發肯定要參加㗎啦，係嘛？第二我哋嘅正方啦，咁亦都係珠海嘅企業啊。咁之後咧就有一啲地方性嘅嚇，咁譬如龍湖，咁龍湖喺珠海有項目啦，喺斗門嗰邊。咁龍湖第一次喺珠海市區投地，咁值得關注啦。仲有建發，建發咧就喺福建嘅企業嚟嘅，亦都係喺福建嘅龍頭，咁所以亦都喺珠海有參加。之後咧就係中海、保利、華潤呢3個咧係央企添，即係中央直屬嘅，全國投地嘅咁咧。呢嚿地點解引起咁多人關注咧？因為嗰度咧係新香洲，嗰度有香珊瑚板塊嗰度有學位嗰度有學區，我哋叫做所有嘅資源咧都係一個老城區成熟配套，即係本地人咧就有小朋友嘅，即係關心小朋友成長學位嗰啲咧就好關注嗰個板塊嘅。咁但係我哋港人咧就好少喺嗰個板塊投資去買樓嘅，因為嗰度咧就價錢第一係貴嘅相對於我哋珠海其他地方係貴嘅，因為佢有學位嘅原因啦咁位置咧，我哋平時返港珠澳大橋咧，嗰度係屬於市嘅中心城區啦，咁交通燈方面咧就比較多嘅，咁就唔係好就腳嘅咁就其實我哋港人就好少關注嗰邊片區嘅咁本地人關注比較多咁咧今次攞出嚟拍呢嚿地咧有個底價㗎，拍地7億3底價7億3，咁咧我哋講翻
嗰個叫做疫情前啦，大多數我哋政府攞啲地出嚟拍咧，幾乎都係底價成交嘅，即係因為左手冚右手啊，大家都傾掂數㗎啦。當時推出嚟嘅樓面地價係幾多，咁一般最後嘅成交價都係咁多㗎啦，因為冇人拍，都係政府珠海政府自己嘅企業拍翻，即係俾翻華快或者正方啊嗰啲。呢幾年都係咁嘅現象。嗱，今次咧真係特別啦嚇，咁底價就7.3億啦嚇，咁咧就經過幾多輪咧？90輪競價，即係頭先嗰8個單位嚇，經過90輪嘅出價，最後咧以我哋10.7億成交嘅嚇，咁圍到嗰個樓面啊，樓面價咧20,260蚊啊，即係地價都2萬蚊嚇。咁日價咧去到37.19%啊，第一次出現日價啦，仲日價幅度唔少添，有37%日價，地面日價。我同大家講翻呢件事咧，其實最主要係同大家講啲咩咧？就係因為我上個月啊，應該係阿 Sam 就發咗一條視頻啦，叫大家今年咧考慮買樓嘅朋友，今年就千祈唔好租樓啦，一定要堅決喺今年開始落手去買樓啦。因為從今年開始咧，阿 Sam 係睇好個市場後市嘅，嚴重睇好後市嘅，係第一個，應該全網第一個公開呼籲大家今年要買樓決定。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啦，第一個講呢啲嘢肯定係做出頭鳥啦，係嘛？咁咧，所以我嗰條視頻咧下邊嘅留言咧，幾乎90%啦，都係一個話我點解叫人買樓啊？而家咁嘅時勢啊總之係唔贊成㗎啦嚇，即係話我咁樣判斷，咁樣講嗰啲係覺得唔啱嘅嚇，今年唔仲有得跌嘅唔好買樓嘅嗱嗰啲我哋作為一啲觀點咧，阿 Sam 冇刪到嚇，我俾嗰啲留言存在喺度，我亦都冇回應嚇，但係我睇到喺我呢條視頻入邊咧，仲有100幾個人咧係點讚嘅嚇，證明咧沉默嘅大多數咧係有智慧嘅嚇。因為我哋一直會關注珠海嘅樓市，從疫情前到而家咁多年啦，我哋嗰個觸覺會比一般唔喺呢個市場嘅朋友，只係喺外地睇咗啲新聞或者聽咗一啲傳言嘅朋友，會準確啲，準確少少。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嗰條新聞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個佐證，一個證據嚟嘅，亦都係一個信號嚟嘅嚇。睇埋呢條新聞咧，阿 Sam 仲有信心即係我覺得我今年講嘅呢句話應該 OK 嘅嚇。呢個我觀點叫今年想買樓嘅朋友今年要落手啦。呢個觀點係 OK 嘅嚇。咁就因為我覺得大家我哋都係屬於市民，普通市民。我哋嘅意識或者我哋嘅觀念或者我哋見識，肯定唔夠一啲房企喐動輒千億市值萬億市值嗰啲房企嘅策略部門嘅人睇得遠嘅。人哋嘅經濟學啦，人哋嘅視野啦，國際視野啦，肯定比我哋一啲星斗市民咧強得多。佢咁大拿攞10億出嚟買一嚿咁嘅地，呢嚿地唔大嘅2萬幾平方嘅啫，圍到2萬蚊地價我覺得佢哋真金白銀投資出嚟攞錢，佢哋肯定係睇好後市嘅係啦。講埋最後嗰嚿地嘅成交人咧係中海係中海攞落嚟嘅中海咧喺珠海咧大家都知道喺十字門有一嚿好大型嘅地，當年係疫情前以200億左右嘅金額
買落嚟嘅中海環宇天下係當時嘅地王啊。咁而買到而家仲未買晒啊。不過而家差不多開發到最後一期已經消化得七七八八啦。所以佢喺珠海嘅戰略儲備用地咧係已經冇啦。所以佢見到今年珠海喺我哋嘅市中心城區有一嚿學位用地，咁咧佢都啊急不及待咁即刻攞落嚟，日價都要攞，因為大家都睇好呢幾間大型嘅房企都睇好後市啊，所以大家都競爭得好劇烈。經過90輪出價嚇，日價幾億，但係總數咧就唔係好驚人，因為得10億左右嘅啫。咁對比佢之前嗰嚿地200億咧，係蚊髀同牛髀啦，就可以話係一個試水啦，係嘛？你可以理解為一個試水啦。所以呢啲信號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咯，因為開始進入翻我哋樓市嘅正循環啦。點解正循環咧？第一，有地攞出嚟賣，有開發商響應，肯日價出價去投地。政府咧，收到錢啦，咁佢就會更積極咁攞翻一啲靚地、好地出嚟俾一啲開發商去投。咁開發商投得地啦，佢肯定係想做一啲新嘅產品出嚟，打低以前出現過嗰啲產品。我都係接翻下一個阿 Sam 要講嘅話題，就係我哋要好好咁揀一啲靚嘅優質地段同埋優質產品嘅樓，先可以繼續玩落去嚇。所以亦都係阿 Sam 之前嘅觀點。雖然阿 Sam 係睇好後市，今年26年係睇好後市嘅，咁但係我哋揀樓嘅一個邏輯亦都好重要嚇。第一，地段咁究竟咩地段係相對保值嘅？第二，究竟咩產品係相對保值嘅？對於我哋未來10年以後喺大灣區，如果真係要生活啦，今年係好關鍵性嘅，因為今年可能係一個低點嚟嘅嚇。今年過後就會慢慢去睇到係復甦噶啦。所以今年如果要出手咧，其實我哋要揀嘅嘢並唔多嘅嚇，因為我哋而家呢幾個月2026年開年，而家都5、6月份啦，差唔多過咗一半啦。我哋見到咧好多新一代住宅或者新一代產品咧，其實佢嘅消化量咧係好快，即係起一棟出嚟，有啲未起完都買晒啦。呢個樓市同我哋印象中嘅樓市係咪差得好遠啊？我哋覺得印象中嘅樓市咧，其實係冇人買嘅，丟空嘅。其實唔係嘅，係兩極化。低質劣質嘅產品，你降價降到去邊度都係冇人買嘅。但係好嘅產品，雖然佢未升價，但係佢嘅消化嘅速度係非常之快，一棟推出嚟一陣間又冇啦，又推一棟。但係呢啲係市場有人接受，有人埋單嚇。所以我哋揀樓嘅時候一定要三思即係揀一啲市場供應係唔錯嘅產品。其實而家珠海可以揀嘅市場接受程度高嘅產品嘅選擇性係唔多嘅嚇。所以而家亦都係睇後市，多推啲新地出嚟，然後多啲大型嘅開發商去開發啲新嘅產品、靚嘅產品、靚嘅戶型出嚟。咁咧呢個樓市珠海嘅樓市先有活力嚇。好啦，今期同大家分享我哋嘅一啲消息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好，我哋下一期睇下 Sam 再有冇新嘅嘢同大家分享啦嚇。好，今期嘅節目先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